民間電台係會繼續抗爭到底，有聲有氣，開放大氣電波，各位，啲音樂好好聽，好興奮，同埋我哋嘅選舉節奏一樣，係個比中個比分大響勝利。我哋而家睇下精華片段先啊！其實咧，我係睇到香港個言論空間係不斷收窄。如果唔係當日，就唔需要名嘴咁咪啦。啱由公民抗命搞出嘅民間電台，當日黃永平唔發牌由佢開始啊。咁啊，到今時今日，我哋講緊要3年幾啦。到今年1月8號，證明呢條惡法係違憲嘅。我哋已經贏咗高鐵，已經踏出咗第一步。你知道言論自由係要捍衛嘅，係啦。你哋答個問題係你有得，你又選到啦，你又做電台，咁你做呢個對唔住，我係做電台，你又做電台，我哋要政府開放大氣電波，開放大氣電波，開放大氣電波。喺大氣電波出面，嗱呢個就係由佢經常去組織群眾，係組織呢個運動。嗱，我除咗96年嘅保護運動，03年嘅廣東運動，今次呢個開放民間電台運動，亦都係一個新嘅民間運動，係俾弱勢社群能夠透過大氣電波正話咁到時你係何所知，就係餘生啦。嗱，今日你仲可以喺港台可以發言咧，佢係啱啱緊嘅時候，話佢咧，佢呢1月29號已經警告你哋噶嘛，因為我哋抗爭運動令到警告押後再押後。嗱9月10號咧，我又諗過啦，政府好驚嘅，喺之前就唔敢嘅，喺選舉之前，嗱其實我由5月中開始到依家，每晚都講過，政府電視我哋講，你都唔理。嗱呢個就係政府嘅窩囊，係逃避責任，但係香港嘅法例咧，各位喺05年嘅7月，我啲老友相繼喺商台被封咪。喺05年嘅9月，阿劉決定創辦民間電台，到今日3年，係9月6號申請，今日9月5號，啱啱係3週年。但係喺9月4號，電訊府嚟講，用一個新嘅方法，係警告我哋民間電台係佔用咗個頻道，係干擾民航嘅頻譜，嗱飛機都收到。我哋宣言公民抗命，民間電台係一個負責任嘅團體。琴日即時約見電訊局嘅在眾站，問清楚來由，我哋再檢視我哋儀器，認為冇問題，所以今晚我係決定繼續復播。各位喺香港，我未見過有民主黨嘅政黨有咁多人出嚟撐嘅。我呢份支持係好多謝大家出嚟撐場，我亦都多謝我身邊嘅太太同埋我嘅員工同埋我嘅家人，俾大家手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依家嘅團隊係趨炎附勢，我哋香港島，我哋30-40人，用一步一隻人，由市西灣踩到去鴨脷洲，係遊行方式公告傳媒，但係隻字不提。但公民黨放個屁都係新聞，你話公唔公道啊？各位唔緊要，我話俾你聽。收財造反，10年不食，係咪？因為佢太過依附，太過錫身，
係唔係走去群眾當中發動群眾運動？係咪？仲有佢哋仲係呢個先逼嘅立法會議員，清唔清晰啊？所以你要改變，就要支持我哋呢班同三個係實實在在嘅站在街頭、站在群眾。社民連高調勾社，全家總動員，要求社民連，全家總動員，要求社民連，直紅民主嘅支持社民連。多謝。沒有抗爭，沒有抗爭。為咗彰顯人民嘅力量咧，我哋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嘅大哥都已經出嚟啦，因為我哋咧有嚟到呢個麥花臣球場參加我哋成立嗰晚嘅造勢大會，你知道啊？咁呢就咧好過癮嘅，我哋呢個叫快樂記者籌，希望你嗱當然我哋留意下我哋嘅燈啊嗰啲。呢大隊，我一齊嗌口號啊嘛！沒有抗爭，全家總動員，全家總動員，沒有抗爭。哇！嗰啲提提咧，提提就咁啊！今日前嗰啲提提咧喺邊啊？集體啊！搭實嗰陣嘢，我哋要睇噩夢成真。Power to the people, power to the people, power to the people right now.唔係叫大家投票俾社民連，因為呢樣嘢我相信大家橫掂都會做嘅。我係叫你哋由今晚、聽日、後日，每人再說服多100個朋友，叫佢哋再說服多100個朋友投票俾社民連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點解你可以說服到佢哋投票俾社民連？第一，有人質疑喂社民連嘅鬥爭方法係唔係太過唔守規則、太過出位啊？我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。如果呢個世界上兩個人捉棋，一個咧就跳出我哋而家啲棋例啦，一個咧佢啲象就可以過河嘅。每次咧就行2步嘅，你都係規規矩矩咁樣同佢捉，而且捉夠10年，你都係咁樣捉，你就係個傻仔，你就係個白痴。喺一套遊戲規則入邊，係永遠唔會有足夠嘅票數去制止特區政府做任何嘢嘅。乖乖地提出動議，投完票之後就翻屋企去瞓覺，放假就去度假。呢啲議員多一個少一個係完全冇分別嘅。